民主自由运动的学生和支持。1989年6月10日，中国政府以信号干扰人民上接收听的广播，以防止天安门事件漏泄出去。美国广播节目《美国之音》是中国人民少数会使知影世界大事的新闻节目。中国政府是用电波一直干扰。目前，美国之音为了因应中共干扰电波做法，除了加强短波的电压以外，更决定利用卫星传送的方式，扩大对大陆地区的广播。1999年6月10日，新台票发行满50周年，中央银行嘛特别发行面额50块的塑胶的纪念纸票。因为是塑胶做的，所以可以防水，不会撕破，而且还可以在市面流通。这也是继澳洲之后，全世界第2张发行的塑胶钞票。更加特别的是，这张特殊的纸票正平顶角这个50块的字样，正面看是青色的，换一个角度是变金色的，真有收藏的价值。